有。你有包包吗？有啊，但不是名牌的包包哦。那你有漂亮的衣服吗？有啊，但不是名牌的衣服啊。那你有漂亮的脚踏车吗？有啊，但不是名牌的脚踏车啊。那你有漂亮的鞋吗？有啊，但不是名牌的鞋子哦。那你有漂亮的发箍吗？有，但不是名牌的发箍哦。那你有漂亮的玩具吗？有啊，但都不是名牌的。那你有项链吗？有，但都不是名牌的。为什么我的东西全部都是名